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。这一期我们聊一聊人都去哪儿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或者有没有感受？你现在走在街上，人明显少多了。以北京为例，很多商场没有人，大街上人也不多，就连拥挤的地铁现在也不挤了。人到底到哪儿去了呢？我们经常看到的报道都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一线城市人口流入，人口在增长，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身边的人又在减少，没有以前那么人声鼎沸，是吧？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大家人冷冷清清，尤其是商场。那人到哪儿去了呢？以这个地铁为例，不知道大家这2年有没有明显的感受？很多城市的地铁不像以前那么拥挤，或者拥挤的时段不如以前那么长。以北京为例，我以前坐地铁的时候，那个人是人山人海，但是最近没怎么坐过，大概有6、7年没怎么坐过地铁，很少出门。有时候出门是骑共享单车，有时候是打车，有的时候偶尔坐一次地铁，也不是早高峰晚高峰，所以人本来就不多。所以我感觉和我10几年前坐地铁，比如2010年那时候坐地铁完全不一样。2010年坐地铁的时候，或者那前后，我记得北京通州北园地铁站，就是八里桥前一站，那附近不有几个商场吗？一个是万达，还有一个什么，反正有几个商场。那个地铁站早上一般到北京市上班的，都通州的好多都从那儿上地铁。那个地铁站不要说进站，在地铁站外面就要排很长的队，回字形的那种栏杆把你拦好了，你就看见一大圈人在那里转圈，转到里面之后还要排队，不是说到里面就上车，到里面还排队，你最后在那检票进站，站里面还要排队，里3层外3层。我坐地铁最多的时候是什么呢？你看那条路，我在北园那一站还不算狠呢，北园那站你排队还能上车。好，它下一站就是八里桥，再往下好像是什么管庄，后面就完了，后面叫什么传媒大学还是什么，我记得不太清楚了。反正到了那儿，基本上你已经上不来了，全靠后面的人把你挤进去。如果你想出来，那你得提前2站地往出换，否则你是出不来的。人多成那样，当然这是上班时间。但是现在据说北京的地铁没那么火了，为什么没有那么火呢？很多人都感受到一个扎心的事实浮出水面：北京、上海轨道交通通车里程不断增加，但客运量这2年开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，且至今客运量都没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。网上有文章说，他说前2天我在西二旗坐地铁，当然这都是上个月的事，说非常震惊，晚高峰地铁门口没有了往日的长队，而是稀稀落落的人群，车厢内的站立区也不再是前胸贴后背，甚至留出不少空间。这在前几年过节才有的景象。回龙观限流岗拆除，沙河地铁站取消预约，就连对应的亚洲最大小区天通苑站客流量也在悄悄减少。不得不说，北京地铁人真的是明显减少了。那这是很多网友的感受，而这个感受也有数据支撑，也就是北京的客运量这几年一直在下滑，而且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这个水平。那么官方有数据，京沪轨道交通客流持续下滑，大幅低于疫情前水平。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城市客运量公示数据，官方公告的数据，北京全年轨道交通总客运量35.74亿人次，这是2025年，那么比2024年下降了1.3%，你看在下滑。而上海呢，全年轨道交通总客运量是36.93亿人次，比2024年下降了1.9%，上海下降的还更狠，这只是比2024年下降。那么2025年是这么情况，那2026年对吧，已经过了半年多了，是不是？2026年开年延续下跌态势。2020年1到5月全国城市客运量最新数据显示，下滑趋势并未扭转。北京轨道交通累计客运量是14.35亿人次，同比下降0.6%，就是在比2025年还要下降0.6%。上海轨道交通累计客运量是14.9亿人次，同比下降0.6%，也是一样。你看25年在下降，26年还在下降。而这个下降不光是北京、上海，你想一线城市都在下降，客流下滑并非京沪独有，河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重庆、云南多地轨道交通客流总量同比走低，全国公共
汽电车客运量更是大范围普遍性萎缩，仅极少数省份小幅增长。也就是说，不光地铁的人少了，连公交车人都少了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人去哪儿了？所以说你是消费低迷，人气不旺。实际上从公共交通这一块也能看出来。那大家知道，公共交通都是财政补贴，它是便宜，而且意味着准时。不管是地铁还是这个大公共，你看北京，实际上全国很多主要城市，公交车得有公交车专用道。那这样你上班时间是有保证的，尤其是地铁，而且它还便宜，是吧？相对来说，那你说为什么人还少了？我们看，那有人说没少多少，你就接着在这儿制造焦虑，夸大事实，不再少0.6%吗？0.6%也叫少吗？这我的工资一少20%，我都忍住了，我都没吭声。但是这个6%可不是你的工资20%，你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的工资少了20%，你上班天数没变，你还能忍。现在是你每周本来上班40个小时，现在你每周上班60个小时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工资还少了20%，你不骂娘啊？你能扛得住？明白啥意思吗？北京、上海全国的地铁里程又增加了。以北京为例，对比2019年，轨道交通多修数百公里，就北京的地铁又多长了数百公里，客流反而下降0.6%。你这么一比较，你就明白了。以北京为例，2019年轨道交通市郊铁路客运量分别达到39.62亿人次、0.025亿人次。2025年，北京轨道交通总客流仅35.74亿人次。多年间，也是将近7年，2019年到2026年这7年里面，北京新增数百公里轨道交通线路，延伸多条市郊铁路，轨道交通覆盖范围大幅扩张，两边的人口也多了，它汇集的人口也多了。按道理，你轨道修到哪里，那两边的人很方便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轨道又长了，地铁通行的里程又长了，按理来说，你成都的人次应该增加的几十的增加才对，但是它总的还下降，年度客流反而比2019年少了4亿人次，2025年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。2016年北京运营线路仅有19条，运营里程574公里，而到了2025年，随着17号线中段、6号线南延线路开通，北京运营铁路线变成30条，2025年已经30条了，运营里程增长至909公里以上，也就是10年间，这个里程将近翻了1倍，从574公里嘛到909公里。北京地铁线路多了11条，运营里程多了58%，而总客运量反而少了2.4%。你说说，你加班玩命干，你加班量比上个月多了60%，上班时间，结果你的这个工资比上个月还少了10%，好事还是坏事？地铁线路长了，地铁沿线的人口汇集的人口多了，按道理说坐的人会多，但是数据却告诉我们坐地铁的少了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说现在坐地铁这么人好少，对吧？跟10年前不一样了，地铁越来越宽松的原因。相当于饭店你多开了10几家，客人还是那么多，所以每个店的客人是不是感觉少了？你去也不用等位了，不用排队，就这意思啊。上海2019年，上海轨道交通全网全年客流38.8亿人次，2025年上海轨道交通全年客流36.93亿人次，同样新增大量的延伸段、市域线，通车里程持续上涨，客流依旧没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，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。上海一样，实际上广州、深圳都差不多。这是1线城市，那2线城市就别说了，都一样，这更严重。那有人就说了，那轨道交通乘客去哪儿了？那有4个方面原因。为什么轨道交通线路变多，站点覆盖更广，密度更大，乘车人数不升反降？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当然了，这些原因他们的权重不一样，反正这些就肯定是多因形成的，这些都是原因之一。比如第一个就是个体机动化交通工具普及，分流大量公共交通客流。近年来，新能源私家车、电动2轮车爆发式增长，普及速度远超预期。短途出行，大家优先骑电驴，
中远距离自驾代步，灵活度高，不用挤车换乘。当城市居民形成私家车、电动车出行习惯后，再引导回流量，就回流这个轨道交通，回流到公交，这个难度挺大的。近期深圳公交专用道车流稀少，引发全网热议。也就是你开着车，你堵在这个主干道上，旁边的公交车专用道却没有车，也半天看不见一辆公交车，反正没车。但是你却在这边堵的，大家就有意见了。但这个本质和京沪轨道交通客流下滑是同一个逻辑，个体机动化交通工具持续挤压公共交通客流基础，这是原因之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共享单车、小电驴子、电瓶车，两个轮子跑得更快、更方便，不堵车，这分流了很多。还有私家车，因为现在你看那电车一年卖，对吧？几千万辆，卖给谁了？这人买了就开，是吧？你虽然今年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销量都在下滑，但是它总量还是涨了的，卖了很多出去。那这人买了车他要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轨道交通都是分流，这是原因之一。第二个原因，都市圈轨道交通先天客流短板，仅靠商旅客流难以支撑。国内多数都市圈规划以地理空间范围划分，而非基于通勤人口分布。核心城区与周边卫星城之间产业就业配套岗位不均衡，门对门出行时间过长，超过1小时，跨城日常通勤需求有限，市域铁路、城际铁道客流大多依赖节假日游客、商务出差，稳定日常通勤客流严重不足，长期空载率偏高，客流表现远不如市区轨道交通。主要说这个很多规划还是不合理，这个当然是原因之一。咱们这规划合理的，那不就成了新闻了吗？不合理是常态，要不然地铁怎么修到菜地里了呢？这个新闻都有，对不对？修到菜地那不要钱吗？这修到菜地谁做呢？很多铁路都是以前基建的时候，他提前超前设计，修到郊区，准备把郊区的地一征，改成住宅房，改成楼房卖，但是结果房地产暴雷了，低迷，这个计划就终止了。但是你地铁也修了，很多城市很多地铁最后几站都没人。尤其到晚上是吧？最后几站没人，而且到了什么，反正后面几站这连有的说连空调都不开，灯也不开，没人吗？第三个是城市就业居住结构发生改变，通勤需求萎缩，部分行业岗位收缩，居家办公常态化，年轻人跨城返乡就业，城郊人口分散化，多重因素叠加，中心城区固定通勤客流基数持续缩水。很多网友直观疑问，是不是就业不景气？从客流数据变化来看，这一影响客观存在。也就是说，早高峰、晚高峰人少，实际上是就业不行了。你很多人失业在家，他不好意思在家待着，那他也不用坐地铁了，他就在家附近找个咖啡馆，一杯咖啡喝一天。有的就跑到附近的图书馆一待一天，有的跑到附近的什么胆群、什么服务中心。在那儿蹭，很多人失业就这么干，假装在上班嘛，对吧？还有人在家就躺着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业的是灵活就业，是吧？都是兴趣爱好。那灵活就业，你看看网约车，他不用坐地铁，是吧？他也不用坐公交，他自己就开车。这个送外卖的，那更不用坐地铁，没见过坐地铁送外卖，人家都有小电驴子。也就是说，码农很多白领变成自由职业者，变成骑小电驴子送外卖或者开网约车，本来他们是坐地铁坐公交的主力，结果他们现在变成骑小电驴子的主力。你想想，这一加一减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地铁人数下降，实际上反映了就业不畅。所以你看，从这数据来看，我们感觉到经济的含义，这从这儿都能看出来，人都少了，地铁都不挤了。经济好的时候，地铁你根本就挤不上去，是吧？前胸贴后背，那挤的。经常有人鞋都踩掉了，那还有人找不到工作的就回老家了。所以说，去年年底不就是各个地方开始摸排吗？是那些什么返乡，你回家之后你要待多少天，得防止规模性返乡致贫。上面都发了文件了，对不对？媒体也报道了。那第四个原因，他说早期轨道交通开发逻辑绑定楼市，如今地产红利消退，过去不少城市大力上马轨道交通新项目，核心诉求之一，依靠轨道建设带动沿线土地出让、房地产开发。但
当下房地产市场整体调整，土地房地产红利大幅缩水，轨道交通拉动地产原有建设逻辑不再成立，不少3、4线、2线城市仍急于申报城市轨道交通、市域铁路项目，核心顾虑是担心收紧申报门槛，错失基建窗口期，但超前过量修建轨道，每年巨额建设贷款、运营补贴压力会长期分摊给城市财政，加重长期财政负担。当然，这个就是房地产调整导致了把地铁显得它规划超前了。本来是指望着上面土地盖房子，房子在卖，结果现在那地都卖不掉了。当然，盖不成房子，附近都没人住，地铁就修到了菜地。实际上原因不光这些，他说这个就是说就业说了一下，但是没说明白。这里面还有几个原因，所以我说它是多因形成的。第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房价下跌，很多人买房子，因为他以前买不起这地方的房子，比如说稍微往核心区去一点的，以前他只能买通州、平谷或者是房山，因为房价涨得高，你市里面买不起，买800万、1000万的买不起，那你只能买远的，买远的，但是你单位它也在3环，所以是不是长距离通勤？你想你要从房山坐到东3环，你什么概念？坐30站，一直坐着，那你永远多一个人是吧？那现在由于房价下跌，是不是？他孩子上学，他就往市区挪了，不管他是挪到3环边还是4环边，他总之他离他单位近了，通勤距离短了，这个是原因也很重要。你房价跌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二手房卖了那么多，那也不是胡编乱造的，对不对？毕竟有人，那谁买了？那买了之后，他肯定离他单位要稍微近一点，他会考虑这些，家人小孩上学，所以通勤距离缩短，这是第一个。由于房价跌了。第二个，以前的企业啊都在市区写字楼，都在东3环那个几个地方，所以大家都是从北京各个地方往东3环跑。那现在也是多中心，它不是都聚集在东3环，有人跑到北4环去了，在那儿形成一个中心，对吧？有的在万金形成一个中心，它是多中心化。这个也是一个原因，多中心化导致大家没必要是吧？从北京4面8方都往 CBD 往国贸那儿跑，区域中心，这也是个原因。那第3个原因就是各个大厂，人家自己在买写字楼。为什么？你看 CBD 那个写字楼，不管它便宜，它实际上总体上还是贵，因为它那个地段你放在哪儿，你怎么降价还是贵。现在企业赚钱效益都不好，人家不愿意在那往哪儿搬，都搬到比如说北4环或者北5环。有的跑到南4环那儿也搞了个什么金融中心，在丰台那边，那好多企业什么金融总部跑到那边，不就搞多中心吗？很多企业自己跑到亦庄买总部的，在那儿盖楼，盖完楼这个，那他的员工都跑那儿去租房，那附近，那员工跑那儿租房还便宜，买房也便宜，那单位就在边上，他就不用坐地铁了，骑个小电驴就上班了。以往这个公司在市区的时候，那他不可能在市区租房，他只能在远处租，租了之后他只能坐地铁坐公交往那儿赶。那现在大家都搬到郊区了，也不叫郊区啊，就搬到偏一点的地方，这种企业越来越多是吧？不跟你在中心区扎堆，还上地也是的，上地以前好多 IT 企业什么互联网企业都在那儿扎堆，大厂现在人家也慢慢搬走了，他一搬走，那码农跟着后面也搬走，所以你看那个，我记得好像天通苑是吧？现在回龙观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人口密集，你知道吗？都是爆炸人口啊，现在据说人都少了，那就跟这些企业搬迁有关系。那第4个就是北京市它不叫疏解吗？北京市也把很多大学迁到新城、雄安新区啊，很多大的企业是吧？总部搬到那儿去，这就是疏解。那好多搬去了，那肯定一大批人在搬走啊，现在已经开始搬了。我看拼多多跑到雄安去买了一栋楼，人都已经开始往那搬了，不知道在那儿拼多多要搞个什么总部，跑到那儿去，那更像是搞个投名状啊。所以这些因素导致北京市区你感觉人就少了，无论是闲逛的商场里面的人，还是通勤的坐地铁的，都在减少。那唯一多的就是什么暑假或者什么小长假，游客稍微多点，但是游客呢是对吧，一时一时的，就那么几天，那导致什么问题呢？你人客流减少，那亏损就是加大，这不用想，对不对？轨道交通客流持续走弱，不是短期波动，而且长期可能就这样了，因为人口本来就在下降。昨天咱们做个节目说了，全国这些大中城市，27个省会城市，
现在很少有人口在增加的啦，人口都在减少。北京、上海的人口恐怕也到顶了，要不了多少年就开始往下走了。人口在减少，你地铁的公里数还在增加，通程里程还在增加。那所以我记得从前年开始是吧，很多地方地铁已经报备，都已经发改委的批了，但是后来人家主动停掉不见了。为什么？那你几百亿投下去还得赔，运营要花钱呢，地方财政扛不住。所以修地铁是为了面子，但是每年要支付的费用那是很昂贵的。轨道交通建设造价高昂，后期车辆难维保，人员薪酬、运力、电力运维还安保，每年都需要巨额财政补贴。如果客流长期低迷，票务收入无法覆盖基础运营成本，城市财政负担会逐年加重。一旦线路长期空载，未来难免会出现类似部分城市拆除闲置有轨电车、云轨等的争议，届时再调整规划代价更大。广州也是这样，广州是叫10大地铁站8个下降，它这有个图，广州有10大地铁站，比如说客村站，都是25年和24年对比，客村站下降24%，珠江新城下降19%，体育西路下降12%，广州火车站下降11%，什么昌岗站下降7%，公园前下降6.4%。你看看10大地铁站，这是数据来源于广州地铁年报，其中客村、珠江新城降幅最为明显，分别同比下降24%和19%。体育西路、广州火车站分别下降12%和11%。深圳晚报6月26号报道说，公交上座率越来越低，公共交通深圳公交车道长期利用率低引发热议。这个是深圳晚报6月26号报道，他说，记者实测深南中路晚高峰20分钟，公交专用道仅过32辆公交，60%的车上不到5人。就是公交专用道深南中路晚高峰20分钟，只有32辆公交车通过。这32辆公交车上面有18辆上面不超过5个人，这可是晚高峰。而隔壁社会车道上拥挤了547辆车。那这是深南中路红利路早高峰20分钟，公交专用道22辆公交车中6辆是空车，就没人，就司机。社会车道排了190辆，且该路段公交与地铁重合率达到100%。深圳公交日均客流从峰值600万降至225万，缩水63%。地铁日均880万人次，是公交的4倍，成市民出行首选。公交专用道长期利用率低已成常态。你看深圳也这问题，公交车坐不满，早高峰车上没人，一个人没有，大部分车上5个人，那还占了一条，一共一般的车道就是3条道，对不对？宽一点的4条道，有1条道被公交车占了，你别的车不能走，那你严重浪费。这还是早高峰，那人去哪儿呢？深圳也一样，深圳的，而上海的地铁通行量最高峰是2019年，全年日均1063万人次。2019年1063万人次一天，它是平均的，日均最高是多少？最高是一天1329万一天。那么到了2025年，也就是6年以后，日均是1015万，这就少了50多万。6年以后，里程增加了，但是客流还少了50万。所以总体上，从地铁的客流下降，里程增加了有的增加1倍，有的增加50%，但是客流反而下降。从这个数据就能看出经济的景气度。最主要体现还是牛马上班族，大家通勤出现了新的变化，有正式工作的人越来越少，需要每天正式通勤的人变少了。大家有人可以在家里上班，有人干自己的爱好，送外卖、开网约车，这些都不需要通勤。有人失业在家，对不对？也不需要通勤。有的人利用房地产的价格下行，或者是企业因为房地产价格下行，公司上班族和公司离得越来越近了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所以这些都导致这个客流下降，这一部分反映经济的景气度。所以这也能解释写字楼为什么空置率一直在增加。
写字楼的空置率在上升，或者维持一个高位，一损俱损，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叫经济体感。而更让我们担忧的是什么呢？有的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不行了，土地财政难以为继，那他那运营的地铁怎么办？每年要大量的资金要投入，要补贴，怎么办？大家知道很多城市公交线路都砍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公交车司机发不出工资，公交车司机那都是外包的，这个在前几年就已经有了，所以他公交车他砍，路线减少、甩站、压缩。但是地铁怎么办？这个地铁的补贴肯定比公交车还要大，比公交系统。那地铁怎么办？未来谁买单？这都是个问题。那财政基础好的城市恐怕还好一点。你像一些财政基础不咋地的，勉强修地铁的，但是为了面子修地铁的这些地方，那地铁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亏损来源。就补贴吧，烧吧，反正最终买单的都是牛马，都是韭菜啊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